我哋好多人為咗逃離極權，先至會嚟到英國生活，重新呼吸自由嘅空氣。但係中共嘅魔掌不斷擴張，已經威脅到我哋喺英國生活嘅自由。如果中共成功興建超級大使館，各種針對流散社群嘅跨境滋擾、監視同埋威嚇，將會更加無日無之。過去我哋已經發起咗8次反對超級大使館嘅集會示威，嚟緊今個月嘅17號，將會係終極決定前嘅最後一擊。希望大家可以把握呢次最後發聲嘅機會，再次企出嚟，守護我哋喺呢一度嘅第二個家園。喺呢個關鍵嘅時刻，只有顯示到足夠嘅力量，我哋先至可以話到俾英國政府知道，我哋有幾大嘅決心去反對，我哋先至可以話到俾打算發起司法訴訟嘅當區居民知道，佢哋嘅後續抗爭係會得到我哋強大民意嘅支持。自己自由自己救。1月17號，大家一齊再次企出嚟，向跨境鎮壓 say no， 向中共極權擴張 say no。